你下能先来熟悉一下，等一下上课会用到嘅词汇，大家要记得听清楚么？遗嘱、遗嘱、遗嘱、继承、继承、继承。兄弟姐妹，兄弟姊妹，兄弟姊妹。政府，政府，政府。规定，规定，规定。财产，财产，财产。好，我个阿妹高兴咧。请莫太伤心。佢冇留遗嘱，我爸咩冇彩咧。我想了解继承登记按样选判。有兄弟姊妹冇？有哦，一个阿哥。根据政府嘅规定，係講繼承人，但將唔同阿哥，該得生人，只得繼承阿妹一半嘅財產。咁有呀？呢下係男女平等嘅時代，大家都識得繼承哦。好哦，按落啦。看完刚才的影片，我们来练习第一句，请你不要太伤心。请你莫太伤心，请你莫太伤心，请你不要，请你莫，请你莫太伤心，太伤心，太伤心。好，我们来练习2次，请你不要太伤心，请你莫太伤心。请你莫太伤心。接下来我们要练习的是，你有兄弟姐妹吗？你有兄弟姊妹冇？你有兄弟姊妹冇？你有，你有兄弟姐妹，兄弟姊妹，兄弟姊妹。好，我们来练习2次。你有兄弟姐妹吗？你有兄弟姊妹冇？你有兄弟姊妹冇？接下来我们要练习的是，根据政府的规定，根据政府嘅规定，根据政府嘅规定，根据，根据。根据政府，政府，政府规定，规定，规定。好，我们来练习2次。根据政府的规定，根据政府嘅规定，根据政府嘅规定。接下来我们要练习的是，现在是男女平等的时代，呢下係男女平等嘅時代，呢下係男女平等嘅時代。現在是，呢下係男女平等，男女平等，男女平等。时代，時代，時代。现在是男女平等的时代，呢下係男女平等嘅時代，呢下係男女平等嘅時代。好，安尼，呢個單元練習嘅常用嘅句型都到了尾結束。希望大家將去愛加練習哦。